大家好，我係心心。時間過得好快，眨下眼就嚟到2026年。原來我嚟日本留學已經4個月。過去幾個月，經常就有觀眾留言批評我，話我唔應該嚟日本讀書。好多人就覺得中國而家已經強大起嚟，唔明白點解我仲要去日本留學。係嘅，中國而家嘅國力確實已經相當強大。我哋係科技強國，亦係世界第一工業大國。我哋仲要係全世界唯一一個全憑自己實力，而唔係靠掠奪他國資源、斬首他國總統而發展起嚟嘅文明大國。要講中國勁嘅，可能真係10日10夜都講唔晒。所以就算要話我哋自己已經係世界第一強國，其實一啲都唔過分啦。有多項數據，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資料都顯示，中國係目前全球最大嘅留學生生源國。世界各地，不論係美國、英國定係日本，都有好多中國留學生喺度讀書同埋生活。咁真實情況到底又係點樣嘅呢？根據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公佈嘅資料，中國公派留學人數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嘅年均3000人，增加到2024年嘅26000人，覆蓋從本科生到高級研究學者嘅多類群體，體現咗國家對國際化人才培養嘅持續投入。大家又知唔知道中國嘅自費出國留學生有幾多人呢？根據網上非官方嘅統計，近年中國每年都有70至90萬學生自費出國留學。如果國家強大就唔應該俾學生出國留學呢句話係啱嘅話，咁點解我哋國家喺2024年仲要派26000名學生去全球94個國家同埋地區留學呢？另外，點解國家又唔出手阻止每年上百萬嘅民眾自費出國留學呢？國家係咪真係咁蠢，連普通人諗到嘅嘢國家都諗唔到呢？答案當然唔係咁啦。其實派學生出國留學係國家一種長期具戰略性嘅教育同埋外交手段，目的係要通過國際學術交流促進我哋國家嘅發展。呢個政策背後有好多考慮因素，包括人才培養、科技追趕同國際關係等等。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中國開始大規模派遣學生出國留學。最初主要係去美國，之後好快就擴展到其他西方先進國家，規模亦大幅提升。目的係想透過學習人哋嘅科技知識嚟彌補自己同世界先進水平嘅差距，加速本個人才成長。結果係點？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好清楚。喺過去幾十年內，中國留學生成功將西方前沿嘅知識同埋技術帶返嚟國內，推動咗多個關鍵領域嘅發展同埋突破。睇到嚟呢度，可能你會有嘢忍唔住想講，你會話以前當我哋中國仲係落後過人哋嘅時候，做呢樣嘢梗係冇錯啦。但係點解而家中國已經強大咗，我哋仲要派人出國留學呢？呢樣嘢對國家仲有咩用呢？首先，無論係個人定係國家，都係一樣。就算你幾咁強大都好，都一定有自己嘅弱點或者短板。因為唔同嘅原因，其他國家可能都會有啲嘢係比我哋強，比我哋優勝。佢哋總會有啲嘢係值得我哋學習嘅。我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有龐大嘅人口，只要能夠長期俾一小部分人去其他國家學習人哋嘅優點，其實就可以彌補我哋自己嘅不足。所謂師夷長技而制夷，只要我哋中國能夠保持呢種思維同埋策略，同其他國家之間嘅競爭就可以永遠處於不敗之地。第二，大家千祈唔好忘記喺歷史長河入面，我哋中華民族都曾經犯過嘅一個錯誤。喺明朝時期，中國曾經係世界第一強國， GDP 佔全球超過40%。當時嘅中國唔單止科技、經濟、文化、思想，甚至係制度都係領先全世界。之後經歷朝代交替，明朝滅亡，取而代之嘅大清自滿又自大。清朝皇帝基於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嘅觀念，認為中國無需依賴外部交流，從而推行閉關鎖國政策，限制人民同西方國家喺經濟、文化同科學等多方面嘅交往。結果國家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中國同西方國家之間嘅競爭好快就變成劣勢，最終我哋甚至要俯首稱臣，差啲仲幾乎要亡國添。雖然喺中國共產黨嘅帶領之下，我哋而家重新企返起嚟，中國喺好多個領域都已經重新領先世界，但係我哋一定要吸取教訓，唔可以重蹈覆轍，唔可以輕視其他國家嘅發展能力。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推陳出新。透過留學，中國學生可以時刻了解西方同其他國家嘅新思維、新技術、新發明。通過融入國際科研環境，我哋可以將西方最新嘅研究方法同埋理念帶返中國，進一步提升我哋嘅科研競爭力。對於國家嚟講，出國留學項目其實仲有另外一個作用。佢係軟實力外交嘅一個重要工具，可以幫助促進中國同其他國家之間嘅相互理解同埋合作。留學生喺海外學習期間可以變成民間外交嘅橋樑，通過日常交往同當地人建立親近嘅關係。呢種基於個人互動嘅聯繫，能有效增進相互信任，彌補官方外交嘅局限性。作為民間嘅外交人員，留學生嘅個人經歷同埋傳播嘅信息，能更生動咁展示中國嘅發展動態，幫助塑造一個更開放、包容同真實嘅國家形象。面對西方輿論抹黑，呢種基於真實體驗嘅交流，比單向宣傳更具感染力，可以幫助國家喺全球治理等方面嘅議題入面，爭取更多嘅理解同埋支持。舉一個簡單例子。以前西方傳媒好中意講我哋中國係一個冇人權冇自由嘅國家，話人民長期都係被打壓，生活喺痛苦之中。中國人民支持政府都係假嘅。對於呢啲指責，如果淨係得中國外交部單方面出嚟反駁嘅話，外國民眾根本就唔會相信。但如果西方民眾遇到嘅大部分中國留學生都係充滿自信，可以親口同佢哋講，中國人喺國內嘅生活一直都好幸福，所有生活需要嘅嘢同保障，國家都有俾到佢哋，大家都好熱愛自己嘅國家。喺咁嘅情況下，西方民眾就冇辦法唔相信啦。作為一個公派留學生，我係好清楚知道自己嘅身份係同自費留學生係唔同嘅，分別就在於公派留學帶有明確嘅國家使命，係國家行為而唔係個人行為。所以今次嚟日本留學，我必須要做到兩件事。第一，要讀好書，等國家將來需要我嘅時候，我可以用我學到嘅嘢為國家出一份力。第二，要做好民間嘅外交官，講好中國故事。咁我就想喺今日嘅影片第二部分同大家報告一下，喺過去幾個月我係點樣盡力做好自己嘅責任同埋工作。今次我嚟日本讀嘅係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課程，本來要攞呢一個碩士學位需要2年時間，完成46個學分。但因為我係透過亞洲學人項目過嚟，可以將舊年喺北大讀咗攞到嘅其中23個學分轉過嚟東大，所以喺呢一年喺呢度，我淨係需要讀23個學分就可以攞到東大嘅學位。呢個課程可以俾我哋揀嘅課堂有好多，可能有超過50個，主要係同3個領域有關：政治、經濟同法律。當中政治同經濟係必修科，所以我亦揀咗呢2個領域嘅課堂嚟上，就冇揀到法律。先講下難嘅課堂先，咁我就有一科必修嘅經濟學課堂，對於我嚟講係有啲難。呢個課堂最難嘅地方係咩嘢呢？就係佢需要數學知識，而且仲要係我以前喺香港考 DSE 都冇接觸過嘅知識。因為我嗰陣讀 DSE 咧，淨係揀咗讀數學必修科，即係 core 啫，就冇 take M1、M2。所以例如微積分呢啲，對於我呢個真係數學唔叻嘅文科生嚟講，初頭壓力咧真係幾大。但係我就好好彩，啱啱嚟到東大嘅時候就識咗一個嚟自國內嘅學霸，佢係雲南人，當年係以全省第7嘅高考成績被北大錄取讀經濟。佢北大本科畢業咗之後就自學日文，考咗入嚟東大，而家就同日本當地人一齊攻讀公共政策碩士學位。佢讀緊嘅課程就同我唔同。因為佢係用日文讀，而我就係國際生用英文上堂。但每次當我遇到啲咩數學嘅問題咧，我都係即刻去揾佢，佢都係好樂意啦，同埋好有耐心咁教我。除此之外，我平時咧都會叫 ChatGPT 出啲題目俾自己做。操咗幾個月之後，我都開始掌握到呢堂嘅數學要求，真係好開心。2次考試咧，我都順利通過咗，而且仲係幾滿意成績添。嚟到呢度，我又諗起一件幾搞笑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應該可以想像到，嚟到東大讀書嘅同學，大部分讀書咧應該都係幾叻嘅。我遇到嘅同學幾乎每一個都係嚟自世界各地嘅名牌大學，例如有英國嘅 UCL、LSE、KCL 同埋 Oxford， 美國嘅哥倫比亞大學、巴黎政治大學、新加坡嘅 NUS 等等。當然就仲有我哋東大同埋北大嘅學生啦。不過入嚟讀我哋呢個課程嘅多數都係文科生而唔係理科生，我就發現當中有好多同學數學都唔係咁好，特別係啲鬼佬。
可能係大家都冇學過微積分呢啲數學，所以兩次經濟科有關數學嘅考試，居然咧係有唔少人唔合格。第一次考完試派咗成績之後，就有一個嚟自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嘅男仔特登走過嚟問我兩個北大男同學考到幾多分，因為除咗我之外，其實係仲有兩個北大亞洲行項目嘅同學仔都同我一齊嚟到東大上呢一堂。兩個北大嘅同學咧就話考到100分真係滿分啦。咁嗰個韓國仔聽到咧都有啲愕然，之後佢竟然話自己淨係考到30幾分。大家聽完佢講咧都滴晒汗，一時間咧都唔知應該點回應佢好。兩次經濟科有關數學嘅考試考完之後，老師都會宣佈下成績。兩次考試接近都係有一半嘅同學仔唔合格。老師話佢自己都覺得好 shock，畢竟呢度係東大，日本最高學府，要入讀我哋呢個課程，平均係講緊6至7個考生爭一個學額。至於其他剩低嘅同學，大多數咧都係攞60至80分呢個 range。不過有兩位同學咧成績真係非常之突出，兩次考試咧都係考100分滿分。我諗都唔使我多講落去，佢哋咧就係我嗰兩個北大嘅男同學。雖然我就攞唔到100分，但係我身邊有兩個北大同學能夠攞到滿分，我突然之間咧都覺得自己好似沾到少少光咁。但我想補充一下，我呢兩個北大嘅同學仔其實當年咧都係高考狀元嚟㗎。今次嚟東京讀書係繼我上次去名古屋讀書之後，又再一次親眼見證到中國學生喺外國嘅大學喺學術上嘅出色表現。呢樣嘢再次證明咗我哋中國內地嘅教育咧真係非常之成功，完全唔會輸俾西方。相比起經濟學嘅課堂，對於我嚟講，政治相關嘅課堂就容易應付得多啦。雖然呢一科咧係有好多資料要睇，有好多 essay 要寫，同埋有好多 presentation 要做。但係對於我呢個已經喺北大受訓咗1年、讀咗1年國關嘅研究生嚟講，仍然都算係應付自如嘅。而家喺東大同埋舊年喺北大讀研最唔同嘅地方，我諗可能係喺日本呢邊咧就要用英文去做 presentation， 但喺北大嗰邊就係用翻中文，即係普通話嚟做發表。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一個叫戰爭與科技變革嘅課堂。喺呢一堂入面，我被分配同一個嚟自巴政，即係巴黎政治大學嘅女仔一齊做一個 presentation。我哋就揀媒體對戰爭嘅影響呢個題目嚟做。之後我哋兩個就約出嚟一齊商量一下點樣去做好呢份功課。當呢個約旦出世嘅女仔知道我係嚟自香港，佢就好開心、好興奮咁同我講，話佢以前咧係法國劍擊隊嘅隊員，仲識得我哋嘅劍擊女神江文慧添。我哋兩個咧就有一種一拍即合嘅感覺。經過簡單商量之後，我就負責前半部分 Introduction、Theory、Concept 嗰啲內容，而佢咧因為之前本科係讀電腦 coding 有關嘅科目，就負責網上攞數據同埋分析做 case study 嗰部分。到咗真係 presentation 嗰日，我哋兩個咧都配合得好好，老師咧亦好中意我哋做嘅內容，所以最後咧都俾咗一個好高嘅分數我哋。我哋兩個咧都係好開心，因為讀我哋東大呢個課程嘅同學，即係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國家，所以喺過去幾個月，每次當我要做發表嘅時候，我都會盡量去避免引用俄烏戰爭或者中日之間嘅敏感事件，以免去傷害嗰啲嚟自呢個地方嘅同學或者係引起爭議。不過有一次，有一位嚟自中國嘅留學生，佢就唔係我哋北大嘅同學，竟然喺一個發表入面引用國家叫停日本歌星喺中國演唱會嘅事件。佢呢個做法結果咧就引起爭議，令到坐喺下面嘅日本同埋其他國家學生喺提問環節對我哋國家進行批判同埋攻擊。我覺得呢種情況咧其實係可以避免嘅，因為呢樣嘢對於我哋學習或者係講好中國故事真係毫無幫助。雖然我只係嚟咗東大4個幾月，但係呢段時間算係幾開心嘅。之前喺北大嘅時候，我係從一個中國國內嘅環境同埋角度去學習國際關係，而家嚟到東京之後，我就係有一個完全擁抱西方價值同埋思維嘅角度去睇國際關係。呢段時間我交過好多功課，做過好多發表，好開心。有幾次喺堂上面咧都得到唔同老師嘅讚賞。其中有一個老師咧，仲發過一封 email 俾我，收到之後我真係好開心。原因係覺得自己嘅學術表現咧，能夠得到老師嘅認可同埋肯定。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其實唔係一個特別聰明嘅學生，因為叻嘅同學仔用1個鐘頭時間做到嘅嘢，我咧就可能要花2至3個鐘頭先至做到。所以喺嚟東大之前，我自己都有幾大壓力，擔心書讀得唔好會辜負國家嘅栽培。
但而家就知道其實自己都可以應付到，所以心情而家可以慢慢放鬆啲。好啦，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希望大家都中意呢條片嘅內容。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